感謝咗京東照藝出信到呢啲係先呢啲呢度調五嘅信，講我調五嘅信啊，喺度上到啲耶穌啊，世界係變信嘅啊，佢傳福音，本安東言堂啊，冇人係話世界嘅路加福音第5第4節啊，佢講學法傳學法本安東言堂嚟講啊，佢都講呢個西門啲，佢講西門佢簽啲嘅一信。untuk fan作用，但係驚佢開心啲fan作用啊！因為咧，裏面日日聽得聽講聽到冇在路加福音第5節，呢個西門呢個耶穌，佢講啊，日創也都聽講班的冇班的歷史日有都聽講，但係今下นี้係咪開心啲fan聽喺度聽一位啊，佢度呢個西門然後。都開簽啲戲，都分實名分天啊！呢個路加福音第5第6節嚟講，西門人口就耶穌嘅話開簽啲戲分實名分天嘅福音都講聽到啱到嘅名質啲難係聽到呀，或點啊嘅呢？呢就係。西門啊，大家朋友啊，日日聽得聽講聽到冇自家你哋社經你哋喺度啊，自家用自家當下嘅能力，可能自家做到冇成功冇利息，佢點佢冇利息，做事做到冇利息但係從啲西門咧講做到冇利息，佢順服耶穌嘅命令，耶穌嘅開落啲戲，佢就耶穌嘅位開落去，結果聽到啱提前名真啲難吃，可能自家社經你哋自家做事做工做生意做到冇利息，冇好嘅冇正嘅利息，而且係講兄弟姊妹哋，而家順服耶穌嘅位，行耶穌嘅真理，自家做嘅真理嘅行。長啲西門人嘅，耶穌佢開簽啲份實名結果要下線，聽到要自家係順服耶穌嘅真理，行嘅福音嘅行，做嘅福音嘅行，行嘅法嚟行，自家又得到要成功，得到要利息。在社經你喺當嘅相信，自家思想做條路到做生意做到冇利息嚟講，譬如自家係講家庭度冇符合嚟講，耶穌依。自家聽耶穌嘅命令，聽嘅位，自家又得勝，又得到平安，又得到快樂。嘅講嚟講去，就係順服上帝嘅命令，順服耶穌嘅法，順服嘅福音，自家得到嘅得勝嘅路。我相信隆重兄弟姊妹要得到上帝嘅恩典，係講你打開心，信任耶穌做你救主，你去順服一個福音，去聽一個福音嚟行，我相信你得到嘅最好嘅恩典。呢一個 video 就係講我呢一個第一堂，家下我做個條接喺第二堂，你係嚟探下去，即刻得上帝嘅福氣得到嘅恩典，用隆重兄弟姊妹我禱告本隆重兄弟姊妹你係謙卑聽呢個福音，你嚟信任耶穌做你救主可能自家你社經你做到冇利息冇成功，做乜嘅做善，你就嘅福音嘅行，你順服嘅福音，你要得勝，在耶穌基督嘅名嘅禱告本隆重兄弟姊妹，阿門。